水好。别人用黑水一动不敢接两动，正是你用黑水啊，我是跌水不接。大姐，我实在是口渴的很呐！你要是心急啊，我要是不接你。谢倒不用，这是你那脾气啊，倒真是要改一改才好。好。妒忌他姬。怎么了？不瞒大姐说，我已经3天没有精神了。我这里雨呢，请你从轻。雨呢？此文也可是看的吗？这是我们城里生的家常饭。哟，香甜可口，比山珍海味我要好吃的。哎呀，皮皮不能吃的。
姐，总是怕小姐，小姐。姑娘，方才可有曾路过此地？雨啊，越暖越热，越冷越爽，越长地越矮地，越胖地越水地，越骑马地。许多啰嗦，我来问你，可曾看见一个少年壮士？少年壮士？我方才看见他往那边匆匆而去。罪，将军，命他带路。命他带路。走。我来问你，你究竟把人藏到哪里去了？我方才明明看见他往那边而去。将军，打开。大山可是要喝水。我知道这一带的金是可以藏的。不，大山，我们这里的金是不能藏身的。打开井盖。打开。这下可我们怎么意思？没有？配上夫君。大山，我们城里上健康是口军，年岁多少的呀？夫君。大山，大山，大山，大山。晚上。
家为亲，怎料知凡草脱身生痛叹我三女师父三差劲，难为你报仇之前受天兵，你身旁为了心痛命，也不知你家是何方，愿与今世上终于情深只为你情
寻找酒家女进宫随中上。臣民们听着，钦差大人到远镇，元太老爷进了城，酒家姑娘快接帮，花轿相迎他恩分喽。老兄，龙都要喊破贼，望不见酒家人接帮。万事不拦差大吉，真是瓜死体，笑死人。贵衣寡妇啊，委屈病老呀。走。
桂亮，今天娘在村里听到一件奇闻。哦，什么奇闻？娘活了这么大年纪，从来也没有听说有这种事情。实在见乱乱大人到村上，应当张王帮。说什么新君登基新恩人，是哪一个？小民不来分新章，于是让恩人家人来表记，不来查清一公娘，不来查清。当地的老南将自从皇帝吹来雨季雨女儿亲自当过来。桂兰，你可不能胡言乱语，冒认皇恩是要杀头的。娘，皇上不能做大清。你真的是个丈夫嘞！哎呀，有这么好的事情，你为何不告诉为娘？举手叫那乃是上司嘛。对，怪不得这些日子东出来做媒，你不用；西出来探亲，你回去。原来你在想那位王，想那位落难张氏娘，他把过来做大清。晓得了。三月来，
你就要离开为娘，穿上这条行军之袍。娘啊，女孩不去，你这是娘啊。老爷，你来看，不来，哎呦，哈哈哈哈哈！就将恩人在上，就下跪一拜。老爷，你办错了啊！哦，就将恩人在上，就下跪一拜。哎呀，老爷，你跟错了啊！那你家母亲出去波兰大吉，到哪位是居家恩人？说是都是，说不是啊，都不是。哎嘿，哪有这鬼道理？要问道理吗？老爷，你来看。
乃是正义王命，查找九江恩人张布兰。请问你们哪一位是布兰姑娘啊？老爷，我们村里都姓张，与布兰的都叫张布兰。是啊，都叫张布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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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叫张布兰，也叫张布兰，都叫张布兰啊！来呀，在将他们统统一网鸳鸯，一起问罪。告诉你们，要是找不到张布兰，你们都不准回家。万的是欺君下财。当年万岁有言在先，哪家他布兰大姐就向哪家报恩。你们不守督报，反手有财，这不是你们为了欺君之财吗？你这是一招圣旨。娘长，是我亲耳所闻，真实是娘长。那满村的布兰大姐也是你的旨意，真是我的旨意。就将恩人在上是下跪一拜。马上就要来见九江人张布来了呢。是啊，这正是一件大事呀。夫人啊，布来姑娘昨夜与我约动说一下，情丝深重，竟是他俩是永远的情人了。来。万不是一个成果夫人，你哦，莫当女夫问妻，家得丈夫苦等天。夫中迎来九家女，迎接快
且快我随风领赏上金银。我却不信有个三沟里的野姑娘能给你带来多大的好事。夫人放心，只要功夫到，这好处不会少啦。李老爷，请看他人到，有请，快快有请！哎，夫人。有请。百姓窥见恩师大成免谢恩师，恩师请坐。哈，恩师大人，当年你为报身家，功高将丁，敬奉王命，出使本院，一路上为马劳顿，辛劳了。这是外甥一点心意，万望笑纳。言其何必如此？当年为师冒死救驾，曾经路过此地，今日求地重遇，真是观看万分呐！言其恩师，问是那位救驾恩人，正在言其的辅佐。哎呀，是啊，外甥我几经追责，是做了又做，放了又放，好不容易做到救驾恩人张不来的下落。喏，如今正与我女儿在为花园与我你。言其劳苦功高，实知名甚少，便算重赏。谢恩师，请救驾恩人前来相见。是。有请波兰姑娘。有请波兰姑娘，有请波兰姑娘，波兰姑娘到。恩师，看来了。此生
本卿采封了万岁圣旨，他来向你恩臣进贡。请大圣为禀万岁，明日不久进宫，发万岁赐俺爷张家期众乡亲。恩臣杀生冒死，搭救万岁，必给重赏。这是请恩臣将当年休假之事了了大去，以便呈报圣朝。哎呀，是啊，请姑娘讲个明白。大圣请听。有证据，月报开不来，走在。为生不来，女子解救，岂能作证？大圣不信，那让我面见君王。你大万岁真的是来报仇恩的吗？不为报恩，那让我做人民。那是为血当女之耻啊！报当女之仇，你就将堂堂万岁藏于水井之中，那是有你一错，那这是万岁的圣旨。万岁命我捉拿你为大圣，小女子当年相聚，乃是一片真心，真是万岁眼睛哇！哇！我瞧你，看你是不当报告，来呀！在他的死后，大圣冤！大圣，大圣冤！大圣冤枉啊！大圣，大圣。听清楚了吗？凡事我都听清楚了。那好，从今天起，你的女儿就是休假二生张不兰。二师，你在说些什么？
为师知道你的女儿聪明也熟，才貌双全，早有相处之意。今日真是天赐良缘呐！哎呀，此乃欺君之罪，百姓乃当不起呀！有为师待备，那停下了铁火，你还怕什么？那这里外有本会不拦作证，更是万无一失。恩师，这是为师的一片好意，难道你经久不去，想前万久不成？百姓不会，百姓不会呐！起来，起来！恩师，叫你女儿收拾打扮，明日一早陪我启程去过。宋恩师，明日起，你的女儿就家人找来哎呀，老爷，这真是喜从天降，喜从天降啊！夫人啊，此事非同儿戏哟！你怎样进军不前，却把军向我家女儿，趁着这绝世佳人，女中谁知？啥是金德公举，万岁定准宠爱无比。到那时候啊，万岁还管什么真不来假不来？倘若我们得罪了邵大人，他恼怒起来，你却认得起吗？夫人啊，事实上来，我们只有这一条路了。弟弟。弟弟母亲，此事不可，此事不可啊！女孩必成君王帝，怎能冒名去顶替？不然本是君将女，岂能颠倒是与非？是非颠倒莫细问，放心大胆进宫去。弟弟呀，奇门之事难去查，到头来可怜女儿被你死尽。你不要公事相同于，更许他落地。你长得是花是又是仙女，万事越配越欢喜。中传石谱也欢事，我风正宫风回避。到那时你我当朝成国朝，今年文中太师女儿修得这旨意，快为王祖配佳衣。待身做家儿，我谁进宫谁传衣。女儿，你明日也想孝顺，今天怎么连娘的话一管不听？娘秉着家训，女孩句句依允，今日之事，女孩实难聪明。不然姐姐心地纯正，与我情意相投，我岂能做出伤天害理之事？
轻者插着一半，重则受老杀头呀！弟弟，你何苦如此命哦？你若再不运用，为娘我只好去死了。儿郎，你若不肯与，为母只向你跪下了。弟弟。万岁女子，今日内大喜之期，文武百官、黎民百姓共庆共欢，响应居家恩分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喜字不换喜水装。居家人到临万岁立功登龙君，与父相依，女传启禀万岁，居家恩人已到西子5年。万岁有旨，说明参刷瓦坊，说明救家恩人。遵旨。万岁有旨，参与瓦坊寻居家恩人。启禀万岁，钦差大人供应恩人张木兰到。万岁有旨，说明钦差少子的大人沈木兰验证。遵旨。万岁有旨，命召崔大人正不兰验证。立旨。臣传见父皇万岁，必胜。且万岁。随风呼来，心上有此去万千金不容，谁不一方与山贼，不是那人不是你方中。上香也，皇城古道初相会。上香也，虽经避难恩义从。上香也，因缘最放生死。上香也，不难作伴。对是有
启禀万岁，居家恩人张虎兰到。快快迎起！遵旨。万岁御旨，请恩人见驾。领旨。夜深传唤，灯笼强张真心来迎参，恳请万岁。恩人快快请起！一礼
金菊儿被锁中情，三妹一哟神隐心，二心更比比水清，曾记得与你从旧线上身，不愧你虽非官孙，自与情深。曾记得秦王同情，到王位，这事情深深地牵动了我的心。曾记得一天土上红，记下了深深追归万难晴。他一番深情话，不与牛皮心在情。他哎不来哎等生，下次千里去放心。他哎不来哎得真淮南子心切记心，他往事浅浅心头挂，我是知中心语记不明。他这是真心诚还得过家过来，我岂非成了欺世盗名偷情神？去来雨不惧他，回来心气暖心，那不是错对错，我知你万岁明心。土真心，万岁。话到嘴边怕出声，怕只怕错怒容易在外门。
云南。
君，看原来你是个糊涂的昏君。我糊涂什么混在哪里？我是王明乃为父母相比，岂能不从？进宫明君可为尽孝，免受隆恩身为广东，徒了正经可为轻松。小女子忠孝两全，何才此语啊？万岁啊万岁！倘杀小女子进得宫来，不讲正经，你分不出真假。事情徒了正经，反要问斩，君无是言，请万岁三思。万岁，小女子还有话要讲。起来讲。是。万岁，小女子本是张不来，已被当杀死了。你是什么？张不来已被当杀死了，请万岁说说据他一名。洞庭恩神神老本教不忘怒翻墙，下令查办不用来呀！哎，本朝之命，是去吧。今日一死娘，将兵来到江带我打，自然为我的造娘。嫂子你虽人气龙色上将，只怕是李七巧内中上。喜结之中，定之来呀！哎，将家里兵来亮下去，好，快来！快如风呀一步，兵临天子一封朝。一望你这位老大娘为我开交冤枉，都是那无道昏君。你们骂他自身，先生呐，我的女儿张桂兰3年前救了皇帝命，张不来就是你的女儿张桂兰。我女儿奉你进宫里，却只数来1月令，放
啥名字？王冠贤，多谢王先生。万岁，岳阳的雅思来了。月牙的雅思，哎呀，你这小姑姑四次莽场，哎呀，是你撞到了我，还是我莽撞？是你当翻了我的呀，是你撞翻我，是你当翻了我的呀。你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是他当翻了我的呀，是你撞到了我，是你当翻了我的好呀。了好了，这位相公家中何人万地？袁太爷夫人，阮太爷的夫人患的什么病？心病。我家先生为款病，你家先生，我家先生乃是临官有名的王冠贤。此子款相百余年，不争不要见，三代祖传一心病，方正立业。李爷，哎呀，我家老爷正要找一位测试先生，先生请。你看清风也有情，必传佳音谁杀人？还是今生去偷听，设置大黑无音虚，无音虚。哎，老爷，你们也是先去做牙，换车子先生怎么晚不回来？我哪会晓得嘞？怎么，你连女儿的事情都不管了呀？让我爱情的好吧，万死嘞！我好命苦，我好哎命呀，苦亲的！我对头，哎呀，我心疼，心疼。禀老爷夫人，测试先生来了，他还未宽病，这位先生也道不争不要紧。有请，快快有请！有请先生。先生请。哈哈哈哈哈！先生年少风流，这一趟倒会得着哦。有年呀你却是输嘞，已八九个年头了。方才一时作业，先生不但为看相，还为治病啊！是啊，是啊。此次请先生与我家夫人会嘛？请夫人。先生，我患的是什么病啊？夫人，你是腹内积倦，不要顾虑，饮马些温暖是内心病。心病何家？夫人心中地狱数事，而孤儿们总是闷闷不乐，愁上八结，失去那位心病。哎呀，老爷，吃的真准，吃的真准呐！啊，先生，此病可治否？方便，方便。只要夫人把心中之事，统统吐出来，家事疙瘩，并
天嘛，马上就会见你的。如此说来，先生的下手一定会高明喽。令不令当当事业，真不真，故会发旨啊！那么请先生就为我出个事。夫人，你还要出事？好，拿去，拿去。夫人啊，是一个隐事，是个隐事。先生是一个隐事。隐士里面一个大事，此隐可长可平，吉凶祸福，变化无穷啊！先生，不知这隐事有何说法？老爷夫人，请属下听我慢慢地讨来。老爷夫人，听老爷，你今日不唱暖儿鸣，只为女眷把名君。先生啊，你这怎么会知道啊？长夜到，我为了你为银，暖阳与银分尽为相同，欲将军。理相通，王心一时就真，开口就灵。哎呀，先生啊，不知这女眷指的是谁呀？好，请听了。啥问女眷是哪一位？要品尝饮食，才能明根据。这饮食乃是亏中我一生。此生是女，长他亏。老爷夫人，给你银重千金。他不是佛是谁在哪里呀？鞠躬人，这个工人，哎呀，老爷，快点走，快点走看着他们的女儿。哎，先生，撤下去，撤下去。你们莫要杀鸡嘛！二将银子敞开听着是
找一位年龄与你家女儿相仿的女婿，代替这些，贵国小姐们就可以逢凶化吉了。找一个与我女儿年龄相仿的女婿。是啊。哎呀，这就巧了，你就张夫人正好与家女儿年龄相仿。你就张夫人正好与你家女儿年龄相仿。这个我要当面回向房令副长。先生，我要与他当面困相。是啊，当面困相才能设法相救你家女儿啦。哎呀，这个实上不明，那就告诉先生。方便啊！这女婿就关在鸳鸯牢狱。女婿就关在鸳鸯牢狱。哎呀，这鸳鸯牢狱嘛，我怎么能去的呀？这鸳鸯牢狱嘛，乃是我家老爷总管。但是王法可死不得的呀！王法，哎呀，先生啊，你只懂得测试困相，这规章之事嘛，你就不懂了。有道是天高皇帝远，你还归什么王法批法？在这真黑院内，老爷我说的话就是王法。好，领教。哎呀，带先生去那女郎替他丈夫来困香，先生请。老爷，耳面于神。好。往哪里走？张家去，请问大人要问哪一家？寻找酒家二婶张不兰。张不兰，她就是我的女儿。哈哈，你就是不兰的母亲。是啊。来得正好。哎呦，大娘，大娘。
姑娘，愿为出事先生奉老爷之命，得来与你还乡。生死已定，万款所谢。先生，请。我就是3年前为你相聚的庄司啊，张氏，此今做了皇帝了。皇帝。我难把几万生，我对他老喇嘛，我母女两离分，今生归来是你怀呀，花一恰你情。哎。
生他女子，令他高尚，到底真风不来。这张张天天天za在，你恰是不问情语，不分朝罢。
见了上了一些。名声不必牺牲，你究竟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的丈夫啊。好啊，你尽管冒充丈夫，可我不把你关起。要是先生管不得，他是君什么？他真是我的父亲。听到了没有？你俩果真是夫妻，先生，请跟我来。先生，你将用一赔生液从他身上的肠子一扎。明罪府也如此凶残，连国王亲笔写的上字也告不正。好，我倒要看看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是如何在封印我这个国王的告示。先生，你要到哪里去？我要到明罪府去告状。今天你万万去不得。今日乃明罪府无罪，首担之际，四方官员前来请我，你不要使他哭泣。他做他的罪，我告我的上。莫非你是忘亲不亲？非忘亲不亲，与身体撑无腰，人撑腰，家居万贯家财，我只有一个车子台。先生，不亏你还是成了这口气吧？难道就没有王法了吗？王法，王法从来就是空文。我不是空文。好，告诉先生医生，那不然你与我。理不让慈禧大人
想不到本府举世首长，竟惊动了钦差大人和吕部尚书，他真英雄。吏部尚书徐大生素来不讲情面，他今日前来要小心才是哦。有请。徐大生，徐大生，不知大生讲到甚意，恕朕看清哟。正月月令推荐徐大生。徐大生。请问大人，此番千里名罪是路过，还是专人到此呀？人公母恐是路过，人伴随嘛，亦恐是专程而来哟。大人请。今日内本府首长，有众位大人在此后续，不离兵是。兵大人经过这貌似高涨。貌似。清兵世界何来越境，竟是前来扫来收亲。调度一则说话，红了。出去且慢，既然貌似高涨，挺有冤情，我等万事慎当立案为好。那就请徐大生、贾大生同审。来呀，在。审。今日内本府首长有众位大人在此候席，
你不是不走，唯有偏偏要精神高超。今日云上，今日高，他人小罪管不了。把你请，你可有草？云上，呈上来，拿去快来！查死了！万岁爷为侯，来高堂不与我有情有义，非丞相。万岁教长是高尚，只得三金安享。一张上子非群常，千场宴相有分章，是爱也不依旧，免得引动是张扬。万年前，本院明经高论，秉公而论，此案不知之内，定当杀不明白，退堂，退堂，退堂。且慢！我上字上面写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们为何不加审问，就告退堂？哎呀，好魏大圣，万年前说的有理，我们万事当当审案。你大圣之见，当当审案，当当审案。好，那就审。哎，朱大人，高上神位在当下，离岸甚远，这内老夫耳聋眼花，看不清，哎呀，听不清啊！万一清，用你三七声，言言述来。放在乱邦家人双足领头，散不起来了。哎呀，对，来，叫他无聊起来。万年青，你夸夸叫喊，好，请听向我名罪府内清明世界，朗朗乾坤。哼，后来冤情对呀，清明世界朗朗乾坤，何来冤情？清明世界朗朗乾坤，何来冤情？
那么我来问你，你家女儿到哪里去了？是啊，贾思远，万一请问你家女儿到哪里去了？哦，进宫去了。进宫去了。钦察大人，今天是旧家子女张不来，你女儿是否进得了宫中？张不来，那是我女儿旧家时用的假名。假名？嘿嘿，你们是常当家务差事人，真是报恩有内情。皇帝寻找旧家女，为子为宣武家里充公平。我女儿勇士铁心，貌似花，早在深宫归圣君。你尽管诬告皇帝老苍蝇，欺君晚上要分在意。半年去，不准你诬告贵妇，家女千金奉旨进宫，有钦差大人亲自护送。我明罪方圆百里，深深监视，你告他冒认亡妻，从何说起呀？请问这子贾子元既不是冒认忘恩，那么为什么要将旧家子女拦尸大义关在水牢之中？贾子元苦于此事，辈子绝无此事啊！绝无此事。那么我来问你，你家夫人为何生死惶惑，心神不定呢？我夫人外边与你无关。那么为什么又命我到水牢之中与那女蛮张不来混淆？哎呦，你这个差事佬，真是腐蚀不到无中生有啊！万年青，不准你诬告贵妇。万年青，贾子元审理诬告，你可以真诚与他的女儿贾月萍作证。来呀，在，算贾月萍。是传贾月萍。你这小女子到底是不是他的女儿？小女子，我称你诬告贵妇，贾月萍以他犯作罪。他才是尿病的生父亲。话将小女子无聊下去。
你我有话苦讲。大人，此女虽是美质之女，怎能冒领我儿之事？乃是钦差大人招之兵之意呀！钦差大人到，有请。张大人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你不是也来了吗？今日是这知府谁当之际，我怎能不来呀？老夫也是出身于还来哟。哦，巧啊！邵大人，请啊，请。来，恩师，我都招生了。找什么？冒上我，邵大人啊，请啊，请。邵大人，刚才贾志远公生冒认忘恩一事，这是邵大人你的旨意哟。我想不到今日审案审到本钦差被放来了。贾志远，我来问你，本钦差无缘无故，为什么要说是你的女儿冒认我？本钦差奉旨寻找邱家人，难道自出万算，自不万法，要你的女儿来冒进庭？想当年大铁当天，本钦差出生这事，保护身家，如今难道为顾邱家女子，官员前功尽弃，真相泄露吗？贾志远，今日在大堂上，你是不是被吓破了胆？我幸亏是我胡乱造作，今日有本钦差在此，你我从这里走来。大人，方才在公堂之上，卑职却是吓破了胆。范年轻哪里领的疯女子夜黑奔月，烦望大人提头来呀！在将这高尚的送着不少堂滚去马。许大人，你此次为他说话，莫非他有情非情，有故非故？非情非故，那你一定失了他不少的好处。对你是失了吧？万事不要的，他都结了。痛快！今日他当上用不得事情，来呀！在他因此何你？爸爸。